近年通常都會講節能環保係大趨勢嚟㗎，連郵票設計亦都趕上咗潮流。香港郵政以綠色生活為主題，發行一套特別嘅郵票，首次以樹葉形嚟到設計小形章。由駱文哲講下。呢個樹葉形設計嘅小形章，以一株嫩綠幼苗點出綠色生活嘅元素，旁邊嘅人同樹木就表達咗大自然同人共和嘅概念。呢套以綠色生活為主題嘅郵票，希望透過4款唔同面值嘅郵票，向大眾傳達唔同嘅環保概念。嗰個郵票咧就講緊節約用水嘅，咁譬如唔好洗菜嗰陣時唔好開住水喉洗啊，又或者沖涼嗰陣時咧，盡量鼓勵用花灑。另外2個4嗰個郵票咧就講緊咧就係嗰個潔淨空氣嘅。咁3蚊嗰個郵票咧就係節省能源，基本上屋企入邊嘅電燈啊，或者係洗衣機啊、雪櫃嗰啲，我哋都係提倡希望喺電力嗰度咧，亦都可以節省一啲嘅。5蚊嗰個循環再造啦。佢哋以地球同樹苗貫通整個設計，呼籲大家要珍惜資源、愛護地球。香港郵政發行嘅呢套郵品，除咗首次係以樹葉形發行嘅郵票之外，所有印製郵品嘅紙張都係嚟自有管理嘅森林，即係話佢哋唔會過度伐木，完全係符合環保嘅準則啦。亞洲電視記者駱文哲報道。